上一集介紹咗我點樣坐渡輪由東京嚟到北海道。到達北海道之後，首先會去函館同埋洞爺湖。我喺登別 JR 嗰度拎咗個 pass 之後，就直接坐車去函館。咁我揀咗喺函館車站隔離呢間 Legend Stay Hotel 連住3晚。呢間酒店出入好方便，下面就有羅森嘅便利店、手信同埋美食街。酒店入邊呢個仿江戶嘅浴場同埋呢個魚生嘅自助早餐，吸引到我揀咗呢間酒店住。喺車站行5分鐘就到呢個大門橫丁嘅美食街。呢度係函館最大嘅居酒屋街。喺車站嘅附近都仲有好多美食可以選擇。坐船嚟到北海道，加上仲要轉車過嚟呢個函館，其實今晚都有啲攰，所以食咗碗麵之後就返酒店休息，繼續聽日嘅行程。第2日嘅行程，函館朝市。喺車站步行3分鐘就會到呢個函館朝市。函館朝市係函館裏面最大型、最受歡迎嘅美食市場，當地人同埋旅客都好鍾意嚟呢度。函館朝市都好多間售賣海鮮嘅店鋪。有售賣啲乾貨、糖果、水果同埋蔬菜。喺呢度嘅市場仲有一間人氣嘅咖啡店——十字屋咖啡店。呢間咖啡店係人手沖嘅咖啡，我都買一杯嚟試下先。咁喺朝市市場一直走，大約16分鐘就會到呢個金新紅磚倉庫。呢度係旅客最受歡迎嘅打卡點，而且都係函館裏面最大型嘅購物商場之一。呢度分咗4個倉庫，都係售賣啲精品飾物、衣服、手信，入邊都有食店同埋餐廳。我揀咗喺呢度食喺函館好出名嘅幸運小丑漢堡。呢間幸運小丑漢堡堅持用本地嘅食材製造漢堡，佢哋只有內銷，只有喺函館先可以食到。我揀咗個中華雞漢堡套餐，順便敲埋呢個幸運之鐘。金新紅磚倉庫無論日頭同夜晚都係咁靚。雖然近海邊都覺得好凍，不過見到咁靚嘅景都係值得嘅。今日行程嘅第3日去咗五稜郭公園。嚟到函館最想睇嘅地方就係五稜郭公園。一年四季五稜郭公園嘅景色都好靚，冬天就有好靚嘅雪景，
春夏秋就會有好靚嘅花可以喺度睇到。公園入邊有個雙管奉行所，咁嚟到呢度都可以入內參觀一下。行完五稜郭公園之後，就準備上去五稜郭塔。五稜郭購票大堂，喺高空上面望落去五稜郭公園真係好靚啊！建議大家可以5點鐘至6點鐘登塔，就可以欣賞埋五稜郭公園嘅夜景。夜晚嘅雪景好有氣氛啊！參觀完五稜郭公園之後，坐車去到十字街站。行到去函館山纜車，坐纜車上山頂欣賞呢個函館山嘅夜景。第4日嘅行程，我離開咗函館，去到洞爺湖。洞爺湖湖景景色宜人，係日本北海道嘅第3大火口湖。每年嘅4月底至到10月底都有花火大會。洞爺湖湖景景色迷人之外，佢哋嘅溫泉都好出色。喺呢度嘅溫泉酒店大多數都可以望到湖景，可以一邊浸浴一邊欣賞呢個咁迷人嘅湖景，心情都特別放鬆。
喺湖邊散完步之後，就準備返酒店。今日入住萬世閣酒店。返到嚟酒店，準備喺呢個黃昏時分泡個湯，欣賞下呢個湖景，然後休息一陣就準備去食晚餐。住宿嘅 package 包晚餐、早餐嘅自助餐。自助餐食物嘅種類都好多，淨係食佢哋嘅刺身魚生都已經好飽啦。酒類嘅飲品就要另外收費。食完晚餐休息一陣，就去酒店對面嘅呢個溫泉街嘅隧道。彩燈隧道全年無休，每日大約6點鐘開始就會點燈，至到晚上10點鐘。每年嘅4月尾至到10月尾，喺東爺湖畔都有花火大會。咁我都準備返酒店度泡浴啦，下一站就會到札幌。多謝收看我嘅影片，如果鍾意我嘅影片，可以訂閱、讚好、follow 我嘅影片以作支持，多謝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